这里是赞美之泉啊，应该是赞美之泉啊。伊台语华语歌拢写了真好。啊，我无这条歌是伫美国的密西根哦，伫台湾无学着，去美国一年机会啊，摕着留学生啊，大学美国大学研究所也有博士班哦。啊，伊有一届就唱这条歌，就是讲在。我们它的歌词啊，看一下那个歌词啊，就是在国外其实很多的挑战学费，课业，博士论文它要每一年可能1、2年都要有一个评鉴，你若是无通过，你的学问就没办法完成，是不是这样？所以是很大的压力，背负着家人的期待，学费还要贷款，拿着那个 scholarship。不一定都可以全额，所以这个国外那个杰瑞现在在国外也是有一定的压力，而且不一样的文化这个叫做culture shock 文化的冲击，你就这样想这些人都是这样啊，他们这样想，你就觉得自己好像不同世界，我现在格格不入。就觉得这个是心理的负担，心理的压力。所以在国外，那感谢主，就是说有教会、有台湾人、有同乡会、有基督徒，我们可以彼此不只是取暖，而是彼此走在信仰的道路上彼此鼓励。所以唱这歌的时候，我觉得在国外唱特别感动，就是说特别依靠神。在台湾，我们有时候觉得我其实不太需要神啊，为什么要需要耶稣？我就没遇到什么风浪啊，我在行存的，比较好啊，我什么都有啊，不缺啊，衣食无缺。所以我们就好像对主就不会有那么紧紧依靠的心。但是这首歌，在国外听到之后就觉得真的是很有力量，很有盼望。然后呢，上帝给我们鼓励给我盼望可以走下去。有上帝的话跟上帝的爱。你也不会，这是上帝的话。你也听，上帝的话如果都是律法，都是诫命，都是叫你遵守，然后呢做不好就要拿棍子打你，那这样太可怕了。这样就是律法主义、功德主义爱这都属这样。但是我们的信仰是以爱为出发点，律法只是上帝要让我们知道什么是错误，什么是合神心意的，因为亚当夏娃贪吃嘛，吃了分别善恶，想要自己分别。但是我们人的分别，就连法官也会有密室嘛，也会有误判嘛，对不对？也会有冤狱嘛，甚至我们都知道那个江国庆是莫名其妙就是被冤枉来判死刑。所以这个在人的软弱中，我们要依靠神。所以呢，福哥说，所以当你抓住神的时候，你才会说，那我要紧紧的靠神，我要全心的跟随你。但是这个不是一条易路。那我记得我很久以前我有分享过这个基督教的谈报的卡片，我最近要把它找出来。他说我们基督徒就是模模糊糊的走在一条清清楚楚的道路，就是很吊诡，就是好像很模糊，下一站不晓得去哪里，好像下一站还不晓得去哪里，可是呢又很清楚，就是说，因为是耶稣吩咐的。今天我们学到的功课，除了这个5饼2鱼，我是生命的粮之外，这个船是耶稣叫门徒去上船的，所以这个船一定会到目的地。所以重点不是会不会遇到风浪，反而如果你的人生这一条船都没有遇过风浪，这个故事也太平淡了。有没有看过那个少年拍的《奇幻旅程》？如果路上没有老虎，没有风暴，没有这个蓝眼泪，没有这个很多的surprise， 或者说人生的意外，
都是照你计划的，那故事真的是很 boring、很无聊、很平淡、很无奇。但是人生为什么你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那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都有它的特色，不用学习，不用模仿别人或是羡慕别人，你要相信上帝在编织。但是你要走在神的心意，你才能够看见整幅的图画，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季节。所以你看这个跟随，但是跟随的程度也是有差别的。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就会看到，群众也在跟随啊，可是没有彼吃、没有鱼吃的时候，或者是耶稣没有要照着他们的心意做完的时候，这些群众就放弃耶稣了。然后这个耶稣不是我期待的，这个信仰不是我期待的，我不要。门徒也是啊，所以耶稣问说：“你们也要离开吗？”有一些也离开了，只有这12个，但是有最后呢，一个出卖耶稣，11个绕跑。祷告的时候，可以跟我祷告片时吗？警醒片时可以吗？耶稣最后的请求，但是他们怎么样？没有办法，就是我们人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聆听的话，也是很不容易。我们自己给自己应该要有这样子的肯定。就是说我们是坚持跟随主的人。那耶稣也说，人若要跟随我，就要怎么样？舍己，舍己。对，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是叫牧师或叫别人去背十字架，每个人有自己的十字架，量身定做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十字架不是我们现在说的一个项链，一个很漂亮。十字架是刑具，就是要去洗的。像现在就是要背一个手铐，背吧，或是背一个死刑的执行枪决的一个记号，所以即使是付这么大的代价，门徒依然说我愿意，这个就很不容易。所以跟随真的是有层次，献上也是啊，献给你，我们献都献一点点，一点点慢慢追加。我们有一些东西献不出去，有的人是钱金钱献不出去，有的人是时间献不出去，有的人是家人献不出去，就是我看家人的这个，今天其实我又遇到杨启的牧师了。他说疫情有时候变成一个借口，不聚会有借口，不传福音有借口，不开新闻教学有借口，不祷告会有借口，通通都有借口，都推给疫情。但是呢，他就说怎么现在的标准落差这么大？耶稣当初给门徒的条件是：人若不舍己，跨我来牺牲自己，甚至背起十字架，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么严重。那现在呢，我们自己加上若，但是呢，如果流行疫病来了，一起来，我们就可以打个折扣，我们就是加上很多的条件。杨牧师他其实我听了又是很大的，他真的是这样想，他不是在讲什么，他就是从神领受的这个感动。他说，轻症是98%、99%，对不对？重症可能才是那1%或者0.几。他说，如果你为了神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你成为那1或0.几的人，你是为主殉道的等级。但是现在的大家会说，好像就是把这个跟随基督的代价给它谈很低了。他想的，把它杀价，我能够给你这样子线上，这样子就不错了，再多一点有难度。那线上生命像亚伯拉罕线上这样，真的。然后他讲他们教会的例子，听得都很感动。因为他也听到很多的例子，是说有的人有正面有负面。他今天讲负面的是家里一个小孩，然后开始
工作很辛苦，但是呢，他还是很愿意摆上，而且很喜乐，很委身的回应。他们这一期开辅长有2个特别，他拿出来讲，一个眼盲，就是眼睛看不到，他开心比较，他讲信息，老公帮他预备，他可能摸字或是怎么样啊。还有一个口疾，幸福8周，第一周我们来看真相什么大白以幸福来下，就讲，然后讲信息，大家听得很模糊，不晓得他在讲什么。但是那一组还是有人觉得自己有人信主说，这么困难的人，他都愿意用尽他洪荒之力，要把耶稣、把信仰、把福音介绍给你。他心中有上帝的爱。若不是上帝，你们的上帝是真的，不然眼睛看不到，嘴巴讲话也不会付那么大的代价。假扮演员来花时间做这个事。好，我们就是跟大家分享今天就是听了他的就很感动，就是说他只是来激励我们，因为他们教会还是很努力，就是说希望有一些教会。他说只有2个时候要传福音，哪2个时候？我相信比较考试一下，只有2个时候要传，其他时候不用传。圣经他全部都是照圣经讲的。他说，如果你觉得我讲错了，那你用圣经来告诉我，我来虚心的受教来指正，他会来谦卑回应。他说2个时候就是得时跟不得时，所以呢，得时的时候传。不要传道，不得时的时候，现在就是不得时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不得时，对不对？疫情不得时，工作忙不得时，家里孩子要照顾，很多时候都不得时啊。如果都不得时，就不用传了，那教会就关起来了。所以他说得时不得时，但是有2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就不用传，得时不得时就是不管。什么时候了？现在是得时，那就传；现在是不得时，那也是传。但是有2种情况不用传，哪2种？一个是主在来的时候，第2个是你死人的时候。你死了你要怎么传？跟谁传？你没有力气，你没办法传。主再来了，你时间也过了，没机会了。耶稣就说：“你迄之前你有一点一得，我唱不了吧。”那耶稣说：“我认识你。”所以我们跟耶稣是朋友。刚好今天读经小组分享其实这个今天我要讲的都在讲义里面，所以我就是照我的感动说，今天读经小组雅玲他分享说，他最近读圣经很大的挑战，就是说亚伯拉罕要献他的儿子，这是很大的。我们上礼拜讲，我们在读创世纪嘛，软弱，什么是你最大的软弱？亚伯拉罕最大的软弱就是他怕死，而且是非常怕死，所以他委托做法官，他不敢承认说你是我妹妹不是我老婆，你要说是我妹妹，这是他的软弱。可是人，他讲说人要献以撒是很不容易。当你爱主爱到一个程度，雅玲说他也读到这个耶稣跟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嘛？”他说：“我的这些就是我的小孩跟我的我心里的喜欢的偶像或是东西。”当这个时候，消失，好，要睡着了，好，没关系，电脑睡着没关系，你们不要睡着就好，不要电脑醒着你们睡着。他就说，我就觉得也是很大的这个挑战。他说，耶稣如果问你说你爱这些比我多吗？放在天平上的时候，你怎么跟耶稣讲？你爱赚钱、爱工作、爱家人比我多吗？你真的很难讲。所以就是我们爱有时候是还不够的。我们就好像一个男生跟那个女生，觉得她好漂亮，就说我好爱你哦。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分享的时候就说爱你就口多桃了，你根本就还不认识他，你也没有真的为他做什么，你就说我爱你，耶稣爱。有时候我们祷告也
是这样，会心虚啊。我们没有真的为耶稣付上很多的代价，所以彼得那时候才支支吾吾的，或者说主啊，你知道我有爱你，我有爱你，可能还没有到很大的，但是我有努力，我想要更多的爱你。所以爱是有层次的，它这个线上也有层次的。我们可能一开始线得很少，但是我们越认识，越走在这一条清清楚楚却又模模糊糊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似乎领受的很多，我们就可以更来说，信心就被扩张。所以我今天主要讲，那剩下的就是讲义里面都有，很快的回顾一下。所以这个题目定的不好，真的很简单，就是不可能就是喂饱5000人，其实不是5000，男生5000，女生可能也5000，搞不好更多。然后孩子一定有孩子嘛，因为至少就有那个拿当麦饼的嘛，所以5000加5000加2000，大概是12000人。不重要，重点是5000以上，就是喂饱5000人用5饼2鱼的神迹，4个福音书都有记载，很特别的这个神迹。然后这个就是行走在海面，而且进风浪，这个其实就是这2件事。耶稣专门解决人生中不可能的事。那种太简单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好拿出来，就是所以你生命中有什么又大又难的事，这是主也有能力，也可以为你解决的。那有些邀请我们弟兄姐妹要做的，就是把5饼2鱼交给神。那你可以去寻找、去思考，什么是你的5饼2鱼？你给得出来吗？对这个小朋友来说，那就是他的全部啊。他的全身的家当啊，他今天中午的午餐啊，或是晚餐啊，他全部都给出来了。你可以把你全所有献上吗？主日学常常唱的，全所有献上，全所有，真的吗？什么是你的5饼2鱼？然后在第2件事上，我先把前面也都讲了。第2件事上，他们摇橹啊，很辛苦。那我们在小组讨论的时候，不知道梦怡姐还是这个郑颖就分享说，代表人也要努力啊。他不是躺在上面摆烂说死就死吧，不是，他也是很努力的在划桨，在摇橹。但是呢，耶稣走向门徒，安慰他们说：“是我，不要怕。”他们也是，其实他们会出海，就是一个行动，就是说，耶稣叫他们渡到船的那边，会渡到另外一边去，他们就怎样顺服，扬帆出海。搞不好那天的天象就不太好，但他们还是去。所以其实我自己的结论是说，还有一个应该就是说，我们做我们可以做的，上帝就会做剩下。对，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部分，神也会做他的部分。我们要有信心的行动，祭司踏入约旦河水，才从上面上来。不是一出现那个风暴，耶稣马上就风暴止，没有，耶稣还慢慢的走在海面上。耶稣应该不是很高，他应该不是慌慌张张的，他是就是不能说悠哉的，他很有信心的走向门徒。他是创造主，他是大自然的主，他是我们人生风浪的主，所以不是担心遇到风浪，而是遇到风浪时，我们的船上有没有耶稣？那你这条船，你是照耶稣的命令扬帆起航、出海、抵达彼岸，就是上帝要我们的奖赏，永恒的天家，迦南美地天上。这个已经是第4个神迹了，对不对？对。4、3、2、1，一是迦南婚宴水变成酒，2是大城的儿子
3就是这个38，3这样比较好记啊，38年38年的摊子在第4大祠，在阳门，然后呢怎么不是4000人，是5000人5000，我比2，然后第5个神迹，今天也会讲的，就是在海面上行走，其实不是海，好，我们等一下来看。那它就是做一个对照，地点不同，对象不同，回应其实都不是害，一个是拒绝。安息日救命害命哪一个可以？他说耶稣救命犯了律法，拿那个褥子走犯了律法，他们高举律法超过神的这个心意，所以你们拜我也是枉然，因为你们把人的吩咐、人的传统当做你们敬拜的对象，然后他们就还想要在安息日要死，他没有杀了，但他心里想着要，所以在安息日心里在这拍台上，但是却怪耶稣跟那个摊子走路拿褥子医治人。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不是人为安息，不要本末倒置，岂不应该让他怎样在安息日得到医治，被释放？行神迹有一个目的，地形作为有一个目的那行完神迹，7件神迹后面都会带出7个神迹的意义，代表它是可以赐生命的，它有这个医治的权利。5000人吃饱的目的是生命的粮，下个礼拜就讲到，我是从天上降下来，是生命的粮。摩西的时候，以色列会众吃玛纳，吃了还会饿，但是吃我的粮就永远不饿。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个虽然不是神迹的，他有讲到生命的活水，信我的永远不可。那这个回应也是不好，他们强逼主做王，很可能来我们考试，可能是什么哪一党的人会强逼主做王？是分类党那除了分类党以外，还有哪些党？民进党。撒都该啊。时代力量是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巴黎赛台党、撒都该台党，还有一个爱，对，就是约翰这个在旷野里面很忠实的修道的人，爱色列。那这个分类党就是激进派、鹰派、右派，就是希望推翻罗马政府的。好，这个讲义里面最后有这张图，大家去看。这个也不会考试啦，就是尼散月，就是他们的1月，我们的复活节就是尼散月的15号逾越节。以色列的3大节期就是逾越节、五旬节，逾越节后的749天，第49天要加1五旬节，跟下面这一个祝棚节，对，所以吹角、严肃会，等一下，吹角、赎罪日，然后祝棚节、严肃会。祝棚节就是纪念他们在旷野漂流，然后呢，纪念我们希伯来的意思就是流浪民族，或者说不能说流浪，就是游牧民族。对，过河，然后就是逐水草而居，所以是来意用这亚卡。我们在这个世间是寄居的，讲起就一短，列行夫讲起就一短，时间到，就是要给你头，因为我们身体就是土造的，头问给你头问。我们那天就有老师叫我们这个撒灰，我们在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暂时的家。台北、台中都不是我们的家。暂时的家，我们永恒的家在天上，还有这些属天的价值，不会忘记我们真正要去的地方。那这个比较少听到，2、3是常常听到格尼萨勒湖、加利利海，或者说加利利海。那提比利亚也是这个海口，这3个名字。第一个比较少听到，
这个因为这个在旧约哦，新约没有在讲经里面哦，旧约民数记有讲到。那其实它不是海，它是一个湖，只是这个叫做井蛙不可与海，夏虫不可什么与冬，还是与冰哦，就是说你跟住在这里一辈子没有看过海的人，他觉得这个就是海。好 ，Sea of Galilee， 好，加利利海，其实是一个类海湖而已。好，5000人吃饱，这个就是一个重点整理时间表。好，那其实耶稣本来是要去休息的，在马可福音中讲的，他们其实是要去休息的，但是呢，大家很仰慕圣经，或是想再听耶稣讲道，就要去。那时间晚了，好，耶稣讲得很起劲，大家也听得很认真，所以就超过了什么吃饭的时间。那别的福音书都有讲说，书麦克讲了，病人想要把时间搞，打发他们怎样去炒吃的啊，还有包括的腰啊。然后耶稣居然讲什么？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们让他点点的哦，被挂吧，他成回吧被挂了。我们怎么给他们吃？好，每个人交1两银子，凑一凑，20两银子，他们有管钱的啊，也不够那么多人吃啊，怎么想也没办法。而且现在要睡觉，他那拜里很多养都亏哦，谁本不带怎么想的？所以今天的题目它是定说不可能嘛，用数学用这个理性它就是考，所以它考菲力啊，菲力就在那里用思考，然后去盘算，它是一个理性型的逻辑分析推理都想不出办法。但是呢，安德烈他就是行动派，他就是去找他之前找到了他的哥哥西门彼得，他现在他找到了一个小朋友，他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只是说至少耶稣他把彼得带到耶稣面前，他把这个小朋友带到耶稣面前，用高利这是我们唯一盘点出来的资源，就这么些了。耶稣就交给你了。那耶稣就拿了5饼2鱼，好，望天注谢，拨开分享，然后传给门徒，让门徒去服侍、去参与、去经历这个事情。好，所以你们拿到了，我们今天拿到了4海7金这个饼，我们拿到了RPG 这条鱼，我们拿到了什么？从神领受的白白得来，就怎么样？白白舍去。我觉得这是很高的一个所以你看，门徒不是先吃的那你想象一个画面，耶稣拿到了，拿来条鱼来，被归几条鱼。你也不是我先咬一口再传下去嘛，先传，一直传，传到后面的拿到了，前面的才吃嘛，对不对？不然到你这边恩典就结束，就断掉了。所以我们去做圆桌，其实喝茶的时候都这个倒茶，然后走过去给他太客气了，绕了一圈又回来，又绕回来，那代表大家都有，那这个我就拿了。所以一直分享，给出去。你手上拿到的这块是你的吗？不是，是属于你的吗？不是啊。上帝给你的资源、财力，都是恩典，所以他给，不是你的，你不要想说，传到我手上我的了，不是啊，记得是从神领受的，所以，我们是白白得着，就要白白舍去，舍去也不会失去，还会有人再传给你，祝福到了一天又会回来，给出去，这是这个画面因为这个没办法，这是经文这样画面，这次4海的 PPT 就这几张，没有很多的图画来帮我们想象，但是最后呢，12篮子象征什么？12支派。对，就是说耶稣可以喂饱所有人，还有剩下12个支派都有，不浪费，祈福。
珍惜上帝恩典，不要浪费上帝的恩典。虽然不是什么很高级的卡拉基回法，不是什么高级语，但是足够大家吃饱肚子，补充体力，回到家里，那经历这个神迹。好，今天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说，当你做不可能任务，主都知道。主不是真的问说，大家帮忙想想办法。好，我们长执会讨论一下，大家想想办法啊。好像比方说，这定波波啊，其实不是，耶稣已经知道答案，他只是把我们放在这个故事里面，或是放在这个神迹里面，让我们去参与，或者是 test 测试我们的反应，或是我们会怎么做，提升我们。那这个就会变成一个 testimony 见证。人经过试验是好的，因为他必得着生命的什么？对呀，雅各书讲的，人经过试验会得着生命的冠。黄金如果没有丢到火炉里面，就炼不出真金，可能它是一半金的，一半铜的，多损啊！再出一个出路，好，就是这个路线。这是空照图，这是真实的情况，就是海不大，就是这样。耶稣的活动区域就是这一些。虽然耶稣没有讲他在哥拉汛做的什么，但是你们可以查马太福音11章，马太福音11章21到23节。好，我们翻一下，翻完就下课了。赶快看一下，应该没有记错了。马太福音11章。21到23节有没有？翻到的帮我们读一下，谁有过了？哥拉汛啊，你有过了；伯赛大，你有过了。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好，再来23节，谁有过了？23节，加百农啊。你的在你这里行的异能，加百农是耶稣的大本营啊，耶稣在那里活动很多啊。若行在所多玛和摩拉，他们也不会灭亡。所以你看这个铁三角，这三个都是耶稣常常活动，看很多神迹，但是他们心却很硬。所以耶稣说，哥拉汛、伯赛大有过了，加百农没有过了。到现在，这三个城市真的剩下历史遗迹。格尼撒勒没有，格尼撒现在还有村落，还有一个城镇。抹大拉这个也有没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是这样。好，看最后一个图就是你看我刚刚这个图很大，我把它缩小，那旁边的地理就跑出来。缩小，哥拉汛、伯赛大、加百农。他说比照，为什么？推罗西顿在这里，他们是外邦人的城镇。如果是行在那里，他们都悔改。所以当审判的时候，他们也会被审判，但是他们所受的比较轻，你们所受的刑罚更重，因为你们亲眼见证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神的羔羊，行走在你们面前，活生生的道成肉身，在你们面前行异能，施展神迹，但是你们却心意所以耶稣用这个来。那刚刚就讲过了，在风浪中，耶稣安慰了你，并且船，它就是到目的地。我们人生的船和耶稣，我们会到航向。一个生命的旅程，耶稣会负责到底的。主是信实的，是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他爱我们，
就爱到底，拯救你也拯救到底。耶稣是信实的，人不可靠，不完全可靠，有时候可靠，有时候不可靠。但我们希望我们信靠主的人越来越可靠，因为主是信实的，我们也是信实的。我们不轻易给出承诺，可是给出承诺，我们就希望能够忠心死守到底，跟随耶稣，跟随到底。也会犯错，也会软弱像彼得，但是耶稣的爱，上帝听他的会子，再次恢复他，激励他，来复兴他的生命，现在就忠心跟随。好，圣灵降临节快到了。圣灵降临节，我会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圣灵若临到你们，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什么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上，并直到地极，做我们的见证。所以我们很需要得到这个能力。读圣经是一个能力，是只是其中一个能力，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有各样的属天的能力。带诗歌的能力，敬拜、祷告的能力，开口就有智慧，有知识的领谋略的，有传福音的能力，有建造教会的能力，有爱的能力。耶稣、上帝就是爱，我们接受爱，付出爱的能力。就是帮助我们，主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依靠。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晚上，我们再次领受你的话语，透过小组讨论，浸泡在主你的经文里。主，谢谢你今天带领新朋友到我们当中，与志宾同在，与我们每一位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今天带着喜乐的心，也去思考我们如何把最好的无比恩于，或者说唯一的献上给你，把我们的生命摆上，成为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礼拜四晚上聚集也求主看顾今天有一些没有来的弟兄姐妹，特别美兰姐、木生、西佑，可能他们身边的人有被匡列或者是自主管理，他们预防性的这个请假，主求你与他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的灵魂体，都在主的恩典中得着保全，让我们不受病毒的伤害，让我们的身心灵是健壮的。主，谢谢你的保险遮盖我们，涂抹我们，让我们时常穿上全副的军装，用主你的话语来装备自己。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也祝福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睡眠和夜晚。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请洪章来到这个第7课，很快已经一半了，到13就这是疫情的关系，我们就不吃点心。我们这个生命见证，做一些调整。你如果有感动的，你就随时在小组聚会的时候都可以分享，或者是你想要写下来跟牧师，或者私底下跟牧师分享就可以。我们就不安排这个茶点或是这个小组见证的时间。但是你如果有感动有见证，因为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别人一个形式就不好。见证随时都可以，应该每个礼拜都要有。我们 RPG 演讲，每个礼拜应该要有一件可以感恩。